大家好，我係老 Sir，今日會教6條誤差例題同埋個組數考決嘅。第一條題目，佢問上寫入下寫入寫入呢啲概念。A part 佢問上寫入至8位，咁點樣數8位出嚟呢？方法係由小數點向左數過18，然後指住該位。上寫入即係加落去指住嗰個位，指位右邊全部變晒0，唔要多於0。B part 佢問下寫入至2位小數，兩位小數即係小數點右邊第2位，然後指住該位。下寫入即係指位不變，指位右邊全部變晒0，唔要多於0。C part 佢問寫入至2位有效數字，兩位有效數字即係最左邊嘅非零數字向右數2位，然後指住該位。寫入觀看指位有1位，如果佢係0、1、2、3、4，指位不變；如果佢係5、6、7、8、9，指位加1，指位右邊全部變晒0，唔要多於0。另外提你，寫入即係4寫5入。第二條題目同第一條差唔多，我就唔多講啦。最後提大家，因為 C 題3位小數指住0，佢都係準確值之一，所以指住個0都要埋。第三條題目 B part 佢問足唔足夠付款，唔可以只寫9嘅7、4嘅100，因為上寫前嘅價值唔清楚。第四條題目 A part 佢問最大絕對誤差，最接近嘅 cm 即係刻度係1 cm，最大絕對誤差等於最多度錯幾多？例如1/2刻度，18.6寫入至19，18.499寫入至18，18.5寫入至19，所以刻度係1/2 cm。第四條題目 B part 佢問最少可取面積，最少可取面積用全部最細邊長嚟計，最簡單用分割法，由 CD 延線至 AF， 因為咁樣計唔使計未知邊，計未知邊好易計錯。第四條題目 C part 佢問實際面積範圍，計埋最大可取面積就可以寫實際面積範圍，上限下限不等符，要注意邊界包唔包等於，下限213包等於，因為下限邊界14點真係可以4寫5入至15，同題目量度值一樣，上限275包等於，因為上限邊界15.5會4寫5入至16，同題目量度值唔吻合，所以用15.5計上限275包等於。第五條題目 A part 佢問最少可取長度，最接近 cm 刻度係1 cm， 最多度錯1/2刻度，例如1/2乘1 cm， 最少可取長度等於量度值減最多度錯數值。第五條題目 B 一 part 佢問有冇可能超過206 cm， 我哋谷度量度值最大，再睇有冇超過206 cm。第五條題目 B 二 part 佢問有冇可能將呢條金屬線分割為46條較短嘅金屬線，原本量度值谷度最大，假設可能值谷度最細，如果咁近都冇重疊就冇可能，口訣係細大細，量度最大值細過假設最小值，分割不可能。第六條題目 A part 最少可取容量等於量度值減最大絕對誤差，最大絕對誤差係1/2刻度，而今次刻度係10 mL。第六條題目 B part 若然量度最小值都大過假設可能最大值，即係冇重疊空間，所以唔可能。永遠記住得兩種不同意情況：量度最小值大過假設最大值，或者量度最大值細過假設最小值。如果上述兩種情況都錯，就需要同意宣稱。另外注意，分割或可能大過係谷度最大，融合可能細過係谷度最細。假設值要相反咁谷，口訣係大細大細大細大大細細。